朋友大家好啊！我哋107動力一個關注公帑運用同埋爭取減少稅金嘅團體，就住咧近日全球嘅金融機構掀起一個金融嘅大海嘯，波及到咧連同呢個 AIG 都要動用美國嘅公帑咧去吊命2年嚇，涉及咧佢子公司我哋身後嘅 AIA 嘅保險公司咧，就亦都令到小市民咧人心惶惶。我哋107動力咧一路倡議咧，政府唔應該透過稅金嘅形式咧去提供一啲政策，包括咧強積金嘅制度咧喺今次金融風暴底下咧係顯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強積金嘅假設咧就係所有嘅供款咧能夠喺呢個金融嘅投資底下咧係能夠獲利，但係原來我哋發現咧喺呢個大海嘯底下咧一啲巨型嘅金融機構咧都會面臨倒閉嚇。咁喺呢個咁嘅問題底下咧，市民其實人心惶惶。咁今日我哋有成員咧就拎住呢個警告字眼此乃金融危樓嘅嚟出嚟，將呢個咁嘅字牌咧揼喺個地下即係去顯示咧我哋即係市民對呢個金融強積金嘅制度嘅不滿喺而家強積金制度底下咧，就係所有嘅供款嘅人咧，佢嘅人工咧係佢嘅血汗錢啦，但係咧醫病咧唔能夠拎出嚟用供養子女讀書咧亦都唔能夠拎出嚟用喺好多時候咧，甚至乎係有啲國家咧類似強積金嘅制度咧可以攞嚟供樓嘅，但係咧都唔喺而家制度底下咧都唔能夠拎出嚟用。咁但係咧，我哋嘅即係嘅特首咧就好似翹埋雙手咁樣即係對呢個問題懶理咁即係有一個美國總統咧都喺呢個問題上面咧都坦白交代將會動用咧大量美國納稅人嘅錢去解救呢個問題。問題係咪解決到都未知咁但係我哋特首咧翹埋雙手似乎咧視而不見。咁我哋107動力咧係希望政府即時咧改革呢個強積金制度，容許咧呢個強積金嘅供款咧作為一個供樓嘅用途幫助咧小市民喺置業嘅過程咧能夠去養老同時咧就針對一啲可能係需要供養子女讀書啦，又或者咧係需要去進行呢一個醫病嘅人士咧，都可以動用佢哋嘅積金供款將屬於佢哋個人嘅私產咧可以釋放翻出嚟咁我哋嘅成員咧就希望咧長遠咧係可以將呢個強積金制度咧轉為一個自願性嘅供款唔應該用個強制嘅法例咧去令到所有嘅小市民咧都擔驚受怕